今是美国嘅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，美国在台协会举办座谈会，协会处长李英杰再一次来强调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。也有参加座谈会，鸿海嘅董事长郭台铭，伊讲选总统，伊个人嘅看法，这个韩国瑜是上好嘅人选。 今届台湾甲美国资深外交官徛规排，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办座谈会，重新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。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aiwan in its efforts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responsible global citizen. AIT 前处长苏道文更加认为，美中三公报是冷战的历史遗迹，拢有问题，建议华府应该调整对台关系自我限制。 减少伫外交场合讲到一中的政策。The idea of one China is very misleading, and I think the historical record, in my view, as I see it, Taiwan has never been a part of China. One blood, one race, I think is misleading as well.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嘛出席座谈会，强调讲台湾应该加投资美国，唔是伫国防挖靠美国。国防靠美国是靠不住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有哪个国家靠国防靠美国，最后是得以安全脱身的？国防要靠和平。难得对国防的代志发表意见，敢讲郭台铭拍算要参选？ 不是有很好的人选吗？韩国瑜是最好的人选。最支持成语的部分我不支持任何人，我支持对台湾最好的人。郭台铭嘛强调讲，台湾拼经济，袂使干那伫卖水果，必须伫中美贸易战内面找到方向。政府嘛应该伫选举以外，替少年人做较侪代志咧。